近年咧，成日都有人提起表達藝術治療喎，呢個名詞變得好流行，甚至會有人會誤會以為藝術興趣班係咪就等於表達藝術治療？我嘅答案當然唔係啦。咁其實咧，藝術創作過程當中本身係有一個療癒作用，但係表達藝術治療係唔會講求一種技巧，我哋唔會話去教人點樣畫一個好靚嘅蘋果，所以佢同藝術興趣班係好唔同㗎。表達藝術治療咧，其實係心理治療嘅一種嚟嘅喎。佢嘅特色咧係融合咗5種唔同嘅藝術創作渠道，包括咗視覺藝術、音樂、舞蹈、話劇同埋創意寫作，再融合一啲心理治療嘅技巧，去實踐一啲嘅治療目標。咁所以咧，佢同興趣班其實係好唔同㗎。表達藝術治療嘅獨特之處咧，在於我哋唔講求一個技巧嘅。意思即係話，其實我哋唔會有一個批判思維嘅角度。例如我成日都鼓勵我嘅個案嚟見我嘅時候咧，唔好介意自己做嘅作品究竟啱定錯，靚唔靚，好唔好，亦都唔好太執着於個技巧。相反，鼓勵大家從心出發，好好享受嘅創作過程。喺個創作過程當中，去透過觀察佢產生嘅力量，同埋個人嘅體會，去了解自己更加多，認識自己更加多，從而希望可以實踐到一種個人成長、自我察覺，甚至乎揾到自己轉化嘅一種力量。藝術創作係一種非言語嘅方式，有時候有啲人咧會覺得有口難言，甚至乎自己內心真實嘅想法係點，自己都未必知。但係透過喺藝術創作嘅過程，反而進入咗佢自己嘅內心世界，甚至潛意識嘅世界，將自己最真實嘅一面呈現出嚟。大家好，我叫 Sandy， 係一位註冊表達藝術治療師。我好感恩過去幾年可以將我自己學到嘅專業知識同埋人生經驗融合喺我嘅治療師工作當中，陪住好多患有唔同情緒困擾嘅人士，例如抑鬱、焦慮、原生家庭對佢嘅影響、兩性關係嘅衝突，同埋一啲哀傷治療嘅人士，陪佢哋走出困局。坊間咧有好多唔同專業範疇嘅治療師，如果大家想揾治療師嘅時候咧，建議大家咧可以去了解下佢哋嘅專業學歷背景啦、工作經驗啦、過去服務嘅對象同埋性質，同埋再去了解下究竟佢哋有冇一啲專業嘅註冊資格同埋專業註冊嘅編號喎。咁咧，然後再因應埋自己嘅個人狀況同埋需要啦，揾一個最適合自己嘅治療師。咁如果大家咧想了解更多關於表達藝術治療，可以登入呢個網址或者 scan 呢個 QR code 去了解詳情喎。